幸福喺台灣少見，開成嘅客家村落。喺桃園西南最面節。青少年間，曾經有人口大量失業，紛紛去幸福。同山下無共樣，山下離海清遠，食材清淡中，親手看到海鮮。因為很多海鮮，幸福人嘅飯桌上，新鮮對時嘅海鮮，只係一頓普通嘅食材。也有魚缸，也有水圳，有農田，也有魚船。半魚半農嘅生活，本海峽豐富嘅飲食文化。因為海豐人才，家家戶戶後輩又有一片防風林，防風林過去就變到青島和米西。海潮推嘅7分，海神間波平離也有500公尺。東北季風引才，海上無算係平靜，不過也唔會造成乜嘅危險。每行一步，腳手嘅18嘅喇叭到沙地背，曾傳秀講。喺沙灘上，每行1公里，要用到相當於肉體上1.5公里嘅日頭。終於到農化跟沙灘嘅隔界，也係以標誌天之無量嘅位所。長長嘅苗誒，對陸地切插到海地背，漂球喺海潮來嘅時節，跟苗嘅撐起來。雖然海神跟粗線嘅過路人砸下來，雖然內容些描述嘅苗嘅綁起來，但我冇魚嘅，也冇腦海，不過查得到咩嘅體色不少。幸福咧吼，算到海鮮嘅象徵啊！土然台盡最水美嘅灌溉期，種植嘅農作物哦，看天食飯啊，完全係靠天當落水。農業跟種田相同，又要看天食飯，有時唔係多到一種幾下台，有時馬嘅有毛，嗰一下我本家嘅嘛。農閒的時節是對海鮮族的補貼家庭的生活用。雖然族都係冇多，但是可以自家做得食，唔是拿錢出去買。不過太好嘅意思就安呢，唔只要係日來失望，就會有回報。有其他有樣失望，唔用拖上來，一條變都唔會變的魚，花嘅現實你唔到魚嘅心情。對公司退休3年難嘅曾傳秀，拖去嘅資歷磨成，而只係順應菜地嘅生活，開始跟海洋有交涉。20小時最少會落200，12點鐘一隻流水一隻絲團啊！哦，然後12點鐘又一隻絲團，做5個方式
下传统，你唔係用五酸，你是用cái流水來腳上來是只飲到cái苗，你流水退些去靠，是做cái起來。用固定提沙盤烘嘅苗呢嘅，提可以洗地杯算強鬆嘅，喺做個紀念，而身體過看那個時節，嘛個看慢開掉又做。李仁富係愛上社會嘅理事長，做過青島頭路，最尾開修茶廠，一直到退休。你有車位你就對了。我這邊有燒焦味啊，直系都有油了嘛。退休過後，亦接觸到地方創生，當然有所進修，參加各種社團，頭前出眾一批。一下一講到家鄉生活，李仁富總係講唔會停，美食、風景、法通，就像係堂等，就冇唔愛到。喺度跟海有關嘅法通，李仁富係會操盤搖稱。大早跟家嘅潮市，李仁富提屋下富圈前面一看，準備自家故事實走。呀，炸姜草，古說人家酸溜，凍嫩啊嘅，有種是的。呀，春天都吃啲凍肚好。你行路呢吼，是多冇人食，要是插入上三心二葉啊，冇叫得凍特別梅頭。你川雞嘛做得，你啊，按是3行咯吼。你擺你上來嘛吼，佢切間吼，佢當時咧是涼嘅，你係入很長小顆，又雜又嫩。順手變到樹紅嘅家己台嘅，烏肚子、綠嘅樹、太花咸豐草、南非葉、lap派葉、酸梨葉切成插，有得純色看那多太嘅植物，李仁富每一種有顏色。很多嫩葉，結果開始結果了，更加再去看吼，底下確實好食。咁樣全部煮咗一鍋最菜鐵、最對時嘅料理。這樣啲雞春，再跟所有葉貝一塊落鑊，唔打包，再加一卡麵線，後面是就會簡單到唔是功夫。哇，面線加我湯又不一樣，你不覺得嗎？加點那個。1瓢，好，这样就可以了。鹽巴一點點要不要？你不是說剛好？一點點好了，不要提味。自己加，不要太多。好，不錯，可以100分。香茅味道太重，香茅太多。好，熄火。我的湯很好喝嘞。
你再吃一颗看看。本日头晒到皱皱嘅萝卜干，地位日头嘅面丝，脂肥嘅呈上，新鲜鸡唇包得萝卜干，就像后生嘅身体，吃得老灵魂。一個2007，一個2009，蘿蔔乾係一個神奇嘅東西，只是要表定，本時間過去，啲面絲食過一擺就難忘。客人嘅飯桌絕對可以到蘿蔔乾。一樣嘅做，李賢夫講得到好難破筆。佢哋用起嚟啲洗菜脯吼，當人唔好食，是個一條冇人睇吼，用風乾嘅，佢食到一樣。一樣嘅搭配，土司嘅李賢夫地，整件嘅料理係喺我拜託家嘅出數。原本已冇雞肉，就做豬肉版本嘅蘿蔔乾湯。好食嘅李賢夫對美食嘅堅持，冇被佢那提起教嘅廚藝行。咱喜歡上用呢，硬硬的。硬硬你就再多煮一下。不，再煮。如果你覺得，你按拍啊。一本來就拍的。可以拿去鑊神，明顯係本家嘅中快嘅樣式。唔過可以做料理，過一擺順面，好食材，新財主有好食嘅拖理。不妙內容以外，攰到6天後嘅整場秀，係要採人去顧。裝下菜唔係講像我輩做到當醬當咩嘅，而你完全冇使用農藥，農藥使用多對土質對你人嘅健康也會影響啊。整場秀講，佢哋本內位係難生錢，土地地位種嘅，正係主要嘅生活來源。喺農水路嘅支持下，田度列樹生穩挺多嘅。寒天中嘅蘿蔔咧，生得都太麻雜，放出嚟嘅下。就像鵝鴨樹皮，又皮又嫩。自家種嘅嘅菜到下樣自家市場賣啦，哦，做曬菜脯，還有該元宵節先啊，熱辦嘅些爆菜包。祖先傳下來嘅土地，大部分向他人推廣種喎。唔過本堅持留下一塊菜地，
本自家有些好做。应讲会轮流种，今年种菜种了哈，拿来试窝试试，明年有改良过来种菜，安子做法。曾春秀跟家伟坐喺啲屋家頭前處理蘿蔔。菜脯係從以前嘅儲存嘅方式啦，以前嘅環境對啲菜脯是講下貧窮嘅人講有食啲啦，但是兩萬市場上感覺你種下細菜脯，那喺市場賣，價錢就可以賣到普通啦制作蘿蔔乾嘅重點，可由太太嘅鑊糖，伴當主嘅熱頭切命固曬，將水分對入身體地部拔出來，伴鹹鹹嘅海風清涼菜，一直到蘿蔔變做苦貝蘿仁，生出自家嘅味絲。削皮、削餡、鎖鹽縮水，再嚟乾香，也係菜包好食嘅基礎。皮薄芽多，卻係菜包本人中意嘅關鍵。要講一客莊生活最前嘅盤呢，雖然食唔得，唔過係料理嘅時節，使唔得嘅角色。其嘢也係洗澡。講有風味，曾春秀摘嘅雞皮用來保護整籠地背嘅菜包。下面就香菇、蘿蔔乾香，也係自古以來家家戶戶實行嘅乾香法寶。後有胡椒粉、紅蔥頭，也係家家戶戶公開嘅秘密。任何食材，按你料理，天窗唔會出乜嘅問題。早早便便嘅蘿蔔乾浸過水，延伸可以來過碰皮。曾春秀用力干壓攪勻，香味開始豐富起來。讓一種做得冰落時間萬物嘅皮，油太酥牙，食到飽飽，甜甜綿綿，酥味時節要用力捏。一扎扎拍拍皮皮嘅菜包就按嚟出色。
吃菜包配茶。根本日是洗炒，冻煮过后，炒起炒落，又比炒冰日慢了50分钟。曾春秀用简单日记记录根本日的甜度、的海度的切价。一种利用潮水稀落牛鱼的方法，在潮间带做2条长圆形的布，从浅的地方放到深的地方，流水来嘅下，鱼嘅顺用海水入到室温式海菜，退了嘅湿薄過個海面，魚嘅就扣喺啲室温地背。店长讲，当退了，你用附带杀气协会嘅成员，去可以成小张室温。幸福嘅室温吼，曾经当买是一度俩都爱去跳伞吼，有300人年嘞，差不多是青草架是有嘞。不过爱都16、17年前爱养地，俺地来你吃家幸福俩只蔬菜，哪有室温嘅东西？用大石头夹石壁，用小石头石碰，等石熬盐上去，本室温行过闸。哦，呀，係嗰度。啊，你攝杯水。啊，冇幾隻。啊。哎，陈修哥来了，陈修哥。建和哥的土司文啊，哎呦，根本冇法度啦，因为来你台湾同今民间50年、60年吼，经济开始慢慢好起来，本来农渔业社会了慢慢行落去工厂上班了，按钢铁总根本全都迁，啊比较起来，所以上文反正是冇因为讲的，所以爱冲洗。虽然就海顺了，家下30岁吧，40岁咯，30、40岁家下就做个社区营造的事情，因为办法通，所以呢，当到个冇穷用的主题来做，讲看到哦，你系上文的东西。一撮室温嘅员工，去统人贵庄人，无形中也影响人同人之间嘅感情。所以我次会车公落啊，吃法啦，我要降点啦，降到0.8啦，只要玉米啦，只要吃玉米了，不剩差不多0.8，冇发一条米1.2米了，差不多2米，你还有2米吗？差不多啊。冇个湖泊人会算。幸福海参安尼嘅室温，做起有8人错，也限样存到11错，牛到嘅鱼嘅量已经冇乜嘅经济效益。不过对海参生态嘅维护有潜在嘅效果。农摆室温系用来牛鱼嘅，
也下用来保育海洋。沿佢石頭，看得到巨大嘅腦海。我破咁咁事啊！我包含嗰本咁事。佢哋話，高大嘅海平面跟五嘅下降，你話提生卵結起來嘅機關，係咩機關？要對我睇嚴嘅，講起來，實會冇按到高貴嘅形式，像係重等等加咗半油嘅體貌。退溜家下，差唔多退走千差唔多點兩種水落嚟啦。我先看下而家地圖嗬，有五麼？嗱有五嗬，你喺個博檔去看。嗱要你幅度嗱要啊，是誒，實在係面來南洋來看誒，哦用呢方式。兩支足夠嘅塔倫苗誒，李應夫提前談地波引擎，乜嘅有磨合，李應夫心肝都上。要行嘅一轉，李應夫冇堅持內容誒，佢想起。也係一座見證阿公婆智慧嘅歷史遺跡，也做一位居民修補，多見行好好地海神嘅創傷，見證了居民對文化嘅想象。牛奶嘅海洋面，幫等最地波現炒嘅聲嘅，係阿公婆做廚師嘅呢條女人，係拖開你嘅頭擺，又係演嘅日常。嘅香港只梅桃啊，對我嘅記憶啲都動情，應該包啲冇出嚟嘛。嘅梅桃對我講，哇，當有感情嘅東西。涵蓋，也仲有牛魚、拍飯鋪、鹽度嘅醬料，係啲人副韓式嘅美食記憶。佢最後做嘅方式，當單純是染酒、煮雞酒啦，哦，像用兩隻雞叫嘅酒，喺個順條面是種種啊，會發酵。嘅，佢都講蓋，有啲人講，佢像水田嘅飛魚罐頭。唔過講嘅係沖皮嘅美食。用醋嗬，咪點行嘅自己盤嚟攪啊，是要運盤嘅，所以梗要將香氣喺嗰度染夾上下，嗰隻梅桃同喺度喺個米酒夾上下，嗰間梅桃同喺啲啊，係唔係唔記得。所以我到最頭嘅梅桃嚟做盡來啊！李應夫認為涵蓋係生活最有海客特色嘅食材，做起毛變相，什麼係嘅魚嘅，就用一種方式保存。啲東南亞就係魚露，攪飯炒菜又做得。涵蓋是做調味料，唔是老天粉啊，嗰種用嘅得，所以我咪嚟落盤來。我用以前好啦。因為結家你下嘛，當我希望講咧，後生人盡去種下。我喺嗰做起咧哦，我殺去我陣我平兩三年冇嘢人喺做，
伊上头喊过叫马赛式咯，甲暗喊有冇健康有做诶。不过也下是韩国嘅年轻社会，开学传统韩国嘅美食，有冇乜嘅年纪嘅得嚟。教阮每个小拍兔自立嘅故事馆，当天分享阿爸记忆中嘅地方美食。小拍兔心肝都认为，韩国系帮饭最好食。稻米眼用去做起来呢，一届中华大学嘅社妹，伊人嘅组合夹起来吼，哇，变成当好一个韩国盘啊！你一只帮喺动态启发说，哦，其实那啲传统嘅东西，你要是变下新嘅方式咧，你下人是否要接受？也下七家做嘅韩國無將頭白嘅時節，係飯桌行嘅主角，本拍嘅兩口飯，也下搶係下擺增加食物嘅風味。搭配結醬、高麗菜繭、鹹粽肉同其他配料，展開清新健康嘅新生飯。小时候的味道啦，就是家里可能都会吃，然后所以他就是自己做这个小鱼，然后我们就是，但是他单吃的时候，味道可能大家都是不太能接受，所以我们就是搭配了一些在地的食材，然后我们是把它入到饭里面，然后就是提升饭的鲜味这样子，然后就做成一个碗公饭。買一扮演漢堡嘅二人婦，發面嘅客家鹹粽肉香甜煲。因為種肉唔會快，加上用個米酒條吼，逐切個叫米酒條來掃一遍以後，就掃染變到暗，小可味點點就味。個梅頭會冇咁樣哦，個就特別嘅梅頭，我個梅頭是很好。做人冇變相，食唔係嘅豬肉。除了顯色，也係送本親戚朋友以外，就會用大量嘅鹽同米酒滷起來，做成鹹豬肉來保存。有變相過後，豬肉嘅保存唔係問題嘅。唔過每嘢，選咗一塊鹹豬肉保存嘅地方清乾，清得得延續。講到鹹豬肉，小拍兔頭腦肚又係阿爸講過嘅畫面。食後鹹豬肉，李應富就講唔停，全係做細人嘅記下嘅種種回憶。你面嘅記下，狀況有個詞太足，係細細時節最鬧熱嘅畫面。一下嘅鹹豬肉同鹹蓋也變喺冰上，唔試過用大量嘅鹽來豐富嘅。小拍兔改良嘅口味，本傳統食物嘅美食，也輔導現代飲食嘅概念。因為同中間相隔一片黑黑的海，生活又不少軍事建築。2018年，李應富跟廢棄的搜索改做沙文故事館。想要用野味來做基地，將生活打造成為後生人很多轉來做事同生活的象徵。我哋體育上球，感覺體育成就感嘅東西是我哋文化咧，我全本下退咧。伊佢確實咧
做了项的套路，来你唔是用去教基，去自然技术的慢慢去了解来客家文化，按顺有传下去咧。当希望讲，你也做了到东西到传统复刻创新以后呢，本汉下多人来看。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自己家乡有石户这种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在故事馆做的就是想尽量就是把活动就是设计的年轻化，然后让就是更多人来参加这活动，然后才可以认识到石户这样子。海里尾其實有一道無人地，不過所有人有地，可以享用大海嘅滋味，就係有強烈嘅海洋。手小心哦，手小心了哈。如果一个装不完，我们再换第二个哈。坦比方，石拍土調出一份含中有鹹甜寶，本含中有嘅養分，從頭擺強用補充勞動後嘅流失，安慰也到為大海千里嘅人。轉到沙灣故事館，熟悉古來嘅海洋廢棄物，且做綿綿嘅彩色色料，補貼片養蜂、海南、草料。石拍土間沿普通無嘅，經過熱同壓力作現，彩色嘅貼背多轉幸福兒嘅範作，轉成與大家上下幸福嘅海洋。第二棟沙灣故事館，請大家來去談，重新行檢海洋。一家人延續祖先同大自然留下來嘅美食記憶，透過呢道食物，一家人跟大家分享對幸福嘅期待。李文軒同莊歡葉又係幸福嘅聲音咧，面對海鴉片，曬到海雞片，幸福到臥底，時差嘅2點鐘，海岸對悠悠嘅沙變咗粗粗硬硬嘅石頭，海水也對雲變鹹。偏偏係海，唔過人同海嘅互動完全冇相同。我叫张焕毅，我马仔幸福。从小就是看着自己妈妈他们常常去永安渔港买一些鱼回来，然后他们会煮一些鱼啊，然后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这边潜水啊、划船啊，自己抓鱼，然后自己捕来吃，然后就觉得这种生活就是很开心啊，很棒这样。李文軒同莊歡葉將頭腦冇到海地背，詳細引潛。
伊面下古的树啊高，总分叶跟树可以唔长竖起来，伊后诶就咁慢慢朝嘅下古嘅扭起来。伫幸福嘅海神，唔看唔到伫大海中潮来潮去嘅小人呢，随时准备转身行向大海。上岸将海胆熬做凉沙，咁一些肉夹进冻热嘅海水，直到最度，无乜嘅必要过迟。渔夫对世嘅热爱唔单想提幸福，每一李文轩对爱提征服下，又系一时嚟到山珍海味嘅世界。冲洗出俩台嘛，唔啲回顺系，唔啲俩达又嘛改特别的，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你根本就觉得这一切都已经很习以为常了。这边的海啊什么的，长大之后出去聊，长地来达从该东北角，东北角我们很喜欢潜水嘛。那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家这边不能潜水？所以应该是熊公会准备俩青鱼钓黑熟悉的味道，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让大家也更认识这边这样子。一罐阿婆种嘅冬瓜，一米草边一扭到嘅苹果园。离开屋卡安桥，虽然呢还系挂于幸福鸦片海。把渔获带回来嘛，然后就会给阿婆啊，然后阿婆她就会用她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用咸冬瓜去煮汤啊，然后蒸鱼啊，然后用很多种方式，就是配一些酱瓜，然后的方式去料理，从小吃到的味道啊，对。好料的，阮个盘的叫啊，人家主要冻咸油啊。应该是那个木盘的猪尾梅冻葱，啊，是我刚有多加了一点。你摸盘的，你也叫就盘的。唔好咁我冻茶盘，对啲咸吼，还有落咧咸啊。很惊艳，很香。你有抹干盐巴吗？有一点点。
就算一片海岛无长长嘅珊瑚，海水奔奔溅起浑浑嘅泥沙，我也为喺滋养人思考人生、感受美食嘅地方。当年高春新对联，聪明雕狗满山遍，精密做饭瓜子根，养成故意后四天。立下梦中树相连，寒贴寒爱蓝一天。